一听讲风台要来，大家拢真无闲。苗栗县通霄镇白沙屯沿海，旧历7月起，若是有考涝的时，就有几落百个人去伫咧海边啊收蚵仔，2、3点钟会当趁外落啊，讲会当趁几落千块，当做是外落啊加减趁。也毋过，离今嘛风台一听讲会来，大家真烦恼蚵仔会用风台制暖，在地民众把握时间，赶紧来收蚵仔。现场的人会当讲是满。一台野生的蚵仔差不多有10几台斤。 这拢是民众拄正接伫海边挖起来的。苗栗县通霄镇白沙屯的海边啊，伫逐年农历的7月到8月，会使讲是野生蚵仔大出的时，在地民众拢会招人找伴，做伙来去海边啊采蚵仔。蚵仔吼是盛产期啦，所以说吼，哇，迄一天有当时逐天拢几啊百人呢，青蛙装不要穿，比较安全性。当地民众讲。 这款野生蚵仔大部分拢是附伫的这个岸边的石头顶悬，趁海水考涝的时，就爱紧来挖。除了爱穿这个风骨的鞋啊，还阁爱挂树领的五爪啊，安尼才袂去刮着。来采蚵仔嘛无适合穿夹仔衫，才袂把涝的时水灌入来分丝内底，造成行动笨强无方便。也若这个挖着的青蚵仔直接甲煮汤。 都是一路真清澈的假食，要品尝的就是它的鲜美、甜度。所以说，我们一般在煮我们的石头科的时候呢，大部分就是煮汤，那顶多放一点点小姜丝。有喙真来的假食客，因上爱食这款野生的蚵仔，也若挖较济民众嘛，当甲摕来卖，一台斤差不多是卖200至250。有当时啊，一个买啊嘛，就通趁几落千块，小趁一个啊外罗啊咧。不过因为这个风台伊降的大风大雨。 有可能来影响到这个蚵仔的生长，也是讲改变海沟。呼吁民众若是来挖蚵仔，都要把握时间，要注意到家己的安全才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